台中东风六浪自行车道是网页数分享嘅休闲景点，不过考卡到沙港水坝水年天天期嘅规定，六浪两片价格如是农业用地，也就是讲天天期度嘅自行车业者传统同民宿，单路唔好发喎。台中市政府希望对都市计划来做，甚至展开都市计划尝试，用专案嘅休闲农业区，好本业者合法经营。好在这建议，既然爱做，唔当大帮一摆机会，好好检讨审理出合适之后，台中市都市计划区嘅施行细则，喺这样查讨附近嘅土地，冇办法来放宽，咁用嚟来做呢？来看我哋嘅报道。规车人客来到沙港嘅东风自行车道骑车嘅。有没有啊？翕相人客同欢喜，托铁橋向緊跳。平常日嘅东风六浪騎自行車人機嘅天天，托佔了太自然地度當路線。不過到禮拜六日，幾條六浪巷租嘅自行車，韓國都會直接騎到東市嘅。長久以來，來東風綠廊騎鐵馬的朋友，都係經過下港就到東市咧。啊，頭下港會停留下來的人，其實算蠻少的人。每個禮拜六、禮拜天啊，大概都有數萬人以上，至少有2、3萬，有時候有5、6萬、6、7萬，甚至擠爆的那人潮在這裡面。但是這些人都是指過客，並不是遊客。最主要原因是說，我們旁邊兩邊啊，並沒有辦法讓客人留下來，就有相對的一些民宿的規劃啦，一些應該讓客人住宿的一些相對的一些設施都沒有。那因為這也是有限於，就是說地目上的使用的一些因素啦。東風自行車六浪本單係台鐵縱貫鐵路嘅東勢支線，係全國第一條用冇用嘅火車路改建嘅自行車道，對豐原經過沙港到千米嘅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全長大概12公里。一條長長六浪，大部分範圍主圖沙港，包含旅客服務中心、千人木橋一帶，千江嘅街路每都喺度沙港。不過遊客適當時候蹲腳下來，其中一個原因係沙港冇辦法提供完整嘅休閒設備。原來沙港嘅鐵木使用，尤其喺度平庸一節，長期受到沙港水壩水源天天期嘅限制，鐵木單都含係農業用地。石岡壩特定區計劃算是一個比較限制型的計劃，它的面積大概是700多公頃哈，佔整個石岡區面積大概40%左右，所以這個當初我們在設定這個石岡壩特定區的時候，就是不希望它有太大的人為的開發。農業對，就是經常會碰到有民眾檢舉啊，說這個地方啊不符地目使用規則，那麼也是令人比較頭痛的地方，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做租車業這個工作。以目前的這個比較令人這個我們區公所沒有辦法解決的部分是這一塊。土地取得比較不方便，因為這邊都是農業用地，沒辦法就是合法。我們目前都是免用統一編號，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因為政府沒有把那個土地把它規劃成農業用地，那我們要去申請合法的一些合法的店家，也沒辦法去申請，那我們也不敢去投資啊。台中市有31間自行車出租業者，大部分是從頭沙港、東勢、豐原、后里一帶嘅，尤其喺度沙港水壩順巷，2片做自行車出租業，一片咩都係農業用地，據說大部分業者就俾人檢舉違法使用。有東道的那個設定，就是限建、禁建有很多的這個政策問題啊，造成說我們整個石岡的東風綠廊很多的。像的民宿業者啦，啊食品的餐廳啦，啊騎鐵馬的掠總下自行車騎鐵馬的業者總下要就地合法化，都困難。讓業者放心的去投資，就土地用可以那個土地來我們可以去規劃
一日游就是可以盖民宿啦，我们搭配脚踏车就是一日游，把客人留在这边可以玩一天，不要说让游客来就1个小时左右他就走掉。Q 沙公茶站也其实本来喺平壤哦，到9年太天同過後，變咗施工廠所長安排，看得出太自然力量有幾等人味嘅。而也看到市場茶土也利用順，其實做hand土都是計劃範圍地度，咩做講也限數到沙公水壩嘅限制。沙公水壩鐵天期計劃喺到民國68年，康泰都市計劃開始劃天到建，第3擺通盤檢討喺到民國95年，現時合併過後。地方一直希望由第4擺通盤檢討，對地方發展的角度來看，佢哋認為沙公水壩挨到地方發展40年。因為石港的面積當小，所以呢，那個通盤檢討啊，之前是講過5年的一度，好啊，每項呢做到呢有可能5年一度，石港水壩到了嘛，做好嘛就40年、30萬年呢。哦，嘛已經呢，到了嘛做3度的通盤檢討呢，係哦，按照希望講，政府呢合併到認真來處理呢個區塊。規石港鄉吼，嘛冇有一度該土地有10公頃以上啊，就10甲地的意思啦。那麼有一種安尼體驗型的休閒農場，基本上0.5公頃都是得嘞。不過問題來咧，你請那個休閒農場是唔是做細的，是唔是做大的？像那休閒農場都冇乜意義啊！我們要先去判讀一下，目前在這個特區區裡面的農業區，它的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價值是不是還存在？如果說，比如說靠近像北側的部分，比較靠近這個大甲溪河床這個部分，如果說它長期以來實際上就處於一個農業生產力比較不高的地區。這樣子的話，我們才有可能，因為我們繼續把它綁在農業區這個框架底下，這樣對地主來講，對地區發展都是不公平的。沙港嘅地方發展，到9年過後有動態轉變，每當有發展嘅機會。頭擺一到預講，沙港喺豐原呢度董事會經過一隻小鄉鎮，對頭擺人較冇想到觀光發展一片，都見休閒農業而建議做出成績咧。台中市政府希望沙港嘅發展做得像係台東嘅關山用嘅。最主要再來是我們會許多外地人可以認識石岡，可是，在石岡我們自己反而沒有多加利用這一條這個我們最有特色的一個自行車道，反而讓遊客就沒有在這裡停留，到了別的地方去這樣子。然後我們是希望說，未來應該是可以再創造一些我們石岡的在地的特色，然後讓那個遊客可以在這裡停留。我们可以去参考关山地区，关山自行车道跟我们东风自行车道并且是台湾最好的2个自行车道之一哦。那关山地区，它的整个市场客会留下，因为它旁边相对有休闲农业区，可以让民宿来盖起来，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些度假村。那我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东风自行车道应该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事實上，沙港人設計咩同名安樣嘅發展，同埋天氣已經有幾廿間嘅合法嘅民宿。也特別喺度沙港水壩鐵天期方面外，民宿其實係休閒農業親密接嘅產業，喺講地方冇特色，唔會有人肯留到一頓腳。它是全世界最早成熟水梨的地方，雖然呢有大部分的那個花穗，就是它從日本進來過來那些花苞，然後再接在台灣的粗水梨上面，然後呢，接着呢就帶他們這些買水梨的人進來做什麼？體驗之旅。這個時候，我們慢慢就發展出來，我們能夠在這裡做一些深度的東西，然後也能夠促進當地農產業的一些發展。我們是用單車當作移動工具，然後串聯石岡的一些社區景點，然後就是讓我們再用社區的在地的達人帶大家去認識生態、認識石岡，然後體驗大埔客家文化，然後體驗石岡的生活，這樣都可以玩2天。水壩鐵天期劃天過後，沙港天初向定無污染嘅觀光業來發展，
不过要讲大对水源水质的影响咯，也特别希望加减的有得人下来，三无办法去始终的出测器，老东发展的商业区。水质水量水源区保护，它只是针对你比较有污染性的工业。好，那一般的它没有它的限建，所谓限建就是说针对有污染的，针对有这个会污染到水源的部分，它会限制的。那其他只要你是说像租车业者啊这些餐厅啊，并不会影响到水质水源的话，它就没有去限制你。我觉得要让都江更灵活的被利用的话，我们刚好可以透过石冈这个案例，石冈、新社、东市事实上都需要。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都市计划的架构底下，去重新检讨我们的农业区的土地使用的允许使用组合？所讲的专用组合，係講有的蔬菜有改變，本休閒農業以來，中共土沙港水壩鐵天期度，劃定咗農業區土地只有300人公頃，佔嘅總面積700人公頃嘅一半邊呢。係講做得保留現有嘅農業生產，又唔有新嘅開發區出現，並唔係做唔到嘅。做到第3擺通盤檢討嘅時節，這樣時嘅沙港鄉就爭取內政府嘅同意，做得專案申請。市政府沒想到。也是這通盤檢討的範圍太大嘅，想要執行並冇按改。都市通盘检讨这个东西啊，这可能对这条整条条状就是现状的这旁边的2个周边而已可能并不见得那么适用了。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休闲农业区的一个规定嘛，所以将来假如说他们有一个协会然后联合来申请，然后我们来协助，然后如果让它变成一个所谓休闲农业区的一个做法，我想这可能更快。第3次通盘检讨已经可以同意石冈乡呢设置休闲农业区，那么呢，这个可以用专案去申请。第2个，你就要等到市政府不晓得哪一年呢，他有想到的话了，然后呢，他编列预算，再办理第4次的通盘检讨。如果说要谈这个未来石冈这个非都市发展用地，包括保护区或者是农业区的发展，我觉得这一块不能缺，就是说已经闢建完成，已经是划设为可发展用地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来去考虑扩大到其他的那个原来不是都市发展用地的部分？都市发展冇聽錯用到農業區，尤其喺度沙講，像喺市場採用嘅慢速生發行較合適，有限土嘅大土利用。頭擺都市計劃嘅想法並冇講到一條。政府近年本期違規，唔肯去處理，我做係當初期嘅建議管理，改變都市計劃結果，做係本大家希望嘅希望。台中市可以趁这次机会，好好的在这个台中市都架法的施行细则的拟定过程当中，针对部分他认为有需要检讨的农业地带里面所涉及到的农业区的管制方式有没有，可以设法跟中央去争取一下，我有没有可能适度的开放一些这个比较所谓的 low impact development。市場查討係沙港青態自身，不過用途土地使用落地方發展之間平衡咯，以測係一種難題。都市計劃唔係解決問題嘅唯一辦法，題目變更呢，咪冇天作流嘅限制。不過先用東風六浪做主題，聯絡總地下嘅線路嘅，再個天天呢連帶規則檢定，冇天作喺沙港做得永續經營地方嘅好方法。以上都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Q 啦前日咧有人講貴日傳統風大家如果到話把握，唔過花蓮鳳林嘅白林里沙盼嘅一場唔是有個嘅活動，不貴夜行，沙區民眾唔單止熱烈參加，打扮咗各種貴，嗰度外地遊客也湧下來了。下禮拜都嚟講述鬧熱嘅氣氛，我哋再會。